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古利誤系列。今次我哋嚟講下冒汗呢個症狀，其實喺中醫入邊都幾常見，亦都幾複雜。可能大家平時覺得出汗係自然嘅反應，但有啲情況就會出現應汗出而汗不出嘅狀況，呢個就係所謂嘅冒汗啦。到底點解會咁？我哋今次就用中醫嘅角度，用一個層層分析嘅方法，一齊嚟理解同睇透呢個現象。先講個基本概念啦。素問脈要精微論講，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，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。即係話正常嚟講，春夏陽氣疏泄，氣血都想出表散熱，所以會有汗。但如果外邪侵襲肌膚，令循理開合唔順，咁就會出現汗出而汗不出嘅情況。唔少人都可能遇到咁嘅困擾。我哋可以將冒汗呢個狀況按唔同嘅原因症型嚟分類。第一種較常見嘅就係外感風寒症。呢個情況好似見到啲人全身冒汗、惡寒微熱、頭痛身痛、鼻塞流涕、喉癢咳嗽、舌苔薄白、脈浮緊。中醫認為風寒入侵肌表，形閉當里，傷及陽氣，胃陽被阻，汗唔出。而呢個就要用辛溫解表嘅方法，好似麻黃湯呢一啲方藥幫手。跟住又有一個就係表寒里熱症，即係俗稱嘅寒包火。症狀方面係全身冒汗、發熱惡寒、肢體煩騰，有時會有口渴、喉痛、咳痰黃、便秘、尿赤、苔薄黃、脈浮數。呢個情況係由內熱性或肺熱引致，外感風寒令內熱聯阻，形成所謂嘅內熱裹住外寒嘅局面。治法就係疏散風寒同清內熱，常用沖泗桔梗湯。再落嚟就係寒濕鬱結肌表嘅情況，呢啲人全身都冇汗，頭似被包住，肢體沉重，骨節酸痛，畏寒微熱，舌苔白膩，脈浮緊或遲。點解會咁？其實係寒濕困於肌表，受潮濕同霧露影響，陽氣被束縛，患理閉塞，汗都幫唔到忙。呢啲人可以用散寒驅濕嘅方子，如羌活勝濕湯嚟改善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哋要留意喺古醫書如《傷寒明理論》同《金匱要略》之中都記載過，傷寒濕邪或長期虛弱都可以引起無汗嘅現象。因為助理閉塞或者致密，汗就出唔到。呢啲案例提醒我哋，臨症時一定要睇清楚係風寒、熱邪、濕邪混雜，定係其他原因。唔好盲目亂發汗，好似虛損正氣咁，反而會對身體造成更大傷害。其實冒汗係一個值得我哋中醫師好好重視嘅臨床現象。正確嘅辨證施治，唔單止可以解決眼前嘅症狀，仲有助於身體嘅整體調理。最後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氣變化，特別係潮濕多雨嘅時候，更要注意身體嘅感受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啲內容幫到你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啦。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探討中醫裏邊嘅神奇知識，帶你由淺入深，深入了解各個古老又實用嘅醫術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